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中后里的花市业者所种的花球花甲泡泡草，当咧大开。这个红色花配着彩色花，真透韵，有真侪游客拢来翕相打卡。有红色甲青色的日头一个照，看起来更加水。有一个游客专工来这赏花兼翕相。它的波波球在外面平常还蛮少见的啊，今天是特地来看一下，这整个绿油油的感觉很舒服，然后再搭配后面的景色，觉得非常的棒。因为它有一个圆圆的那个花型，所以我们又称它为波波球。啊，波波球它尤其是波波球在夏天的话会生长得特别快速。花市业者表示讲，波波球学名叫做地肤草，唔免去修剪，家己就变圆圆一粒。即摆特别为日本引进1200丛，希望讲民众伫热天卖使赏花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